天狼星人信息，對2025/4/4/7至4/13這週的建議。川普瘋了嗎？井號昴宿星人，井號仙女星人，井號大角星人，井號天狼星人，歡迎你來到這裡。我愛你，我永遠是你最堅強的後盾，我永遠對你不離不棄。你其實是宇宙的寵兒，你的身體，你的靈魂其實都是一場奇蹟。光是你在看這篇文章，就代表全宇宙的好事正在像雪崩一樣飛向你。前言：最近那個200塊優惠，超多人找我很忙，現在終於告一段落了。那我就重新開始通靈。最近我通靈了5次，我把每次得到的信息都寫成一篇文章，正文加通靈信息。我是天狼星人最高評議會的議員，我的名字叫菩提伽耶。我之前曾經投胎到地球的印度，陪伴佛祖一起傳教。現在我以能量體的形式來協助你，讓你的一切痛苦煩惱都被消滅。最近川普對全地球發動了貿易戰，這勢必會影響全地球的局勢。我以天狼星人以及高維度外星人的觀點來告訴大家真相。屠龍術，我現在居住在台灣，我最想知道的是，川普亂搞會不會影響到台灣，讓什麼台灣物價飛漲，或者中國對台灣開戰之類的。現在這個時刻，我也不怕談政治了，我真的很想知道外星人對這些事情的看法。菩提伽耶，很好，你不必擔心，我從你的語言和你的語言背後的能量中，察覺到了你在緊張。其實不必這樣。我先講述對2025/4/7至4/13這週的建議提醒。這個禮拜盡量不要吃穿用藍色的食物、衣服、鞋子、交通工具、器具。如果你不得不用的話，請看這我發的封面圖中的那個藍色人頭，說出呼救天狼星，請天狼星人幫助我遠離厄運惡人。這樣那些藍色的東西的負能量就不會影響到你。另外，不能接觸藍色的，只是這個禮拜而已，不是永久的，大家請放心。屠龍術，感謝天狼星人的幫助。那請問川普又是怎麼回事呢？天狼星，好，我現在就來講述。川普為何會這樣做？是為了打擊全地球的金融寄生蟲，讓全人類覺醒到自己的生活是被資本主義金融體系所操縱的。川普發動貿易戰，最受傷的人會是誰？是股民，是那些完全不從事生產，不想做實體工作，只想靠着錢滾錢來讓自己的生活變好的股民。川普就是要打擊這些虛無的產業，把所有人類的都嚇死，嚇到大家都去從事有實體工作的產業，這樣才能完全終結地球上的金錢資源不平等。如果在看這篇文章的人，你自己就是股民的話，請盡快拋售自己手上的股票或者虛無的金融資產，以防自己遭受更大的損失。屠龍術，川普是好人嗎？菩提伽耶，不是，川普這個人並非完全善良，只是現在宇宙的能量正好和他契合。川普在未來1年之內會繼續執掌美國，但是在1年之後，也就是2026年間會被全地球各方勢力反對。川普是一個具有白人至上、男權、基督教霸權情節的人，也就是美國共和黨的那個派系。川普他反對所有非白人、女權、非基督教的理論，但是目前地球需要他去對抗中國的習近平、俄羅斯的普丁以及伊斯蘭教的恐怖分子，因為中國和俄羅斯的所作所為極其殘忍，比共和黨更加恐怖。美國社會現在正在經歷大分裂。美國民主黨雖然是支持女權、同性戀、動保環保、有色人種不被歧視的，這些是很正義的，但他們就是太過聖母。就連中國和俄羅斯這些獨裁國家，民主黨都去縱容、原諒、心軟。所以宇宙的能量會先讓共和黨和川普執政，利用共和黨和川普的白人男權的基督教情節去打中俄，讓中俄和共和黨惡人鬥惡人，鬥完之後再換民主黨執政。屠龍術，你直接把那麼重要的信息告訴我了，我很害怕，要不要發出來？畢竟我的平台從來不涉及政治，我也不敢隨便亂說。菩提伽耶，如果你手握真理，那你就永遠不必害怕。屠龍術，好的，那我還是發吧。菩提伽耶，通靈結束。屠龍解說，震撼人心。YouTube 屠龍術。